那十字已得胜，众生徒预备朝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。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除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见神的荣耀，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看那犹大十字已得胜，众生徒预备朝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。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除去黑暗。哈利路亚！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哈利路亚！用掌声归给我们的至高神。我们呼求主的名，阿爸，真的是我们求你更新我们。圣灵啊，我们求你浇灌我们。圣灵啊，我们呼求你，呼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真实的与你相遇。主啊，不要离开我们，不要离开我们。主，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。
地全能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呼求你，阿爸父，设立你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，奉主名的呼求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荣耀高举你的生命，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，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。阿爸，尊贵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。阿爸，我们呼求你的名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更新的心，洁净的心。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，好叫我为世上人哭泣。求主融化我这颗刚硬的心，让我所有眼泪都为你而流。求主赐我一颗柔软的心，好叫我能活出你旨意。求主赐给我一个焚烧的灵，不再为我自己，而为你百姓呼求公义。主耶稣，怜悯你的百姓。主圣灵，打开我眼睛，看到你心意。主耶稣，触摸众人的心，恢复我起初的爱心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百姓。求主赐我一颗柔软的心，好叫我能活出你旨意。求主赐给我一个焚烧的灵，不再为我自己，而为你百姓呼求公义。
打开我眼睛，看到你心意。主耶稣，触摸众人的心，恢复我起初的爱心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百姓。主耶稣，怜悯你的百姓。主圣灵，打开我眼睛，看到你心意。主耶稣，触摸众人的心，触摸众人的心，恢复我起初的爱心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百姓。主耶稣，怜悯你的百姓。主圣灵，打开我眼睛，看到你心意。主耶稣，触摸众人的心，恢复我起初的爱心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百姓。恢复我起初的爱心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百姓。恢复我起初的爱心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百姓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的心灵渴想你，我的肉身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正是怀抱这样渴慕的心，在你律定的主日，来到你的圣殿，为要重新得力，朝向我们的标杆奔跑前进。主啊，暑假已近尾声，所有的学生都要回到学校，继续为自己的课业努力。我们也要在台语礼拜为所有升级的学生祝福，求主保守与看顾，让他们都能够蒙受来自你的恩典与祝福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满有圣灵和信心，喂养你的羊群，更要学习巴拿巴的样式，看见你所赐的恩就欢喜，更要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，乐于与人分享福音，让主的福音广传，让更多人认识你。主啊，再一次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刚强壮胆，遵行你的旨意。有求你高抹许牧师的口，让他传讲的信息我们都能铭刻在心，同心来服侍。我们也要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来欢迎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陶子轩，欢迎他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圣工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。今天是普世事工纪念主日。今天于第2场礼拜中举行少年团契会长就任式，同时也会进行青少年升级祝福。9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。宣教事工部将于9月7日与养恩老师一起游淡水，探寻马街角宗，欢迎兄姐报名参加。下半年度学道班将于9月22日开课，如欲受洗或上课者，可至办公室或招待桌报名。9月28日上午9点，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，请兄姐向各团契、小组或办公室报名参加。107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即日起开始申请，到9月30为止。2019与金句有约进入生命季，邀请兄姐踊跃参与。圣歌队、雅歌诗班及姐妹团契分别于9月7日及9月28日举行会长、副会长选举，请代祷。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，欢迎兄姐认线。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，请代祷及奉献。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与医治。攻读圣经，今天的圣经有2处。第一个地方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4章36到37页，现代中文译本在192页，和修本在对不起，加一个新约新约的185页。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第36节到37节，有一个利未人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，生在塞浦路斯。他有田地，也卖了，把钱拿来，放在使徒脚前。第2处圣经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19到30节，现代中文译本在203页、204页，和修本在197、198页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19节，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，直走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和安提阿。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。主的手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数很多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去。他到了那里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巴拿巴原是好人，满有圣灵和信心，
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25节，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，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1年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导了许多人。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当那些日子，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，站起来，借着圣灵指示，普天下将有大饥荒。这是在克劳地年间果然实现了。于是门徒决定照个人的力量捐钱，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。他们就这样做了，托巴拿巴和扫罗的手送到众长老那里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，记载在我们的周报第1页。我来读一遍，请各位接着读2遍。约翰福音10章10b到11节，我来了是要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约翰福音10章10b到11节，我来了是要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约翰福音10章10b到11节，我来了是要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以下正道，我们请许牧师。今天的题目是巴拿巴的升级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每个礼拜天一起聚集来敬拜他。特别是刚刚我们在看报告的时候，有提到一件事情，说今天是普世事工主日。普世就在讲到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事工，这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来说，我们会特别关心整个世界教会的连结。不一定我们这么做，但是有一些教会在做一些特别的事工，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事工也可以跟人家分享，这种成为一种普世的教会的事工，我们一起纪念，也一起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。特别是今天9月1号，前天中学、小学刚刚开学，我们知道再过1个礼拜，过2个礼拜，大学也要开学了。所以我们教会在9月的这个礼拜，我们会有一个升级，从幼稚园要升到小学，或小学要升到中学，要升到大学，特别为这些要换一个阶段的年轻学子来祷告。在今天第2堂，我们也有少年团契会长的就任。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团契单位的首长都是1月就任，只有少年团契的会长。我们配合，因为学期跟考试的关系，所以第2堂会有这个部分。在这种生命不同阶段的前进中间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位弟兄，他成为我们很好的学习，就是巴拿巴。我们今天特别从巴拿巴一件事情，他的故事记载不多，却非常丰富。我们从他身上一件事情，借着少年人的升级、学校的升级，我们也来提醒自己，我生命中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升级？因为我们在关心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包括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通过电视、通过新闻，但是我们事实上最会碰到的还是你最切身的事情。像我们最近这2个月，常常会关心到香港这样的一位反送中这个事件，它所带来的影响，跟我们很直接的影响，不只是因为我们跟他互动多甚至包括下礼拜要开学了，有一些从香港来台湾读大学的，会不会受这个影响，能不能就学等等，这是我们关心的。但是也有很多人关心美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亲友在美国，而美国这2年来发生枪击案特别多，那不是恐怖分子，是哪一个少年人可能心情不好，家里有枪就拿来了，就发生了很多遗憾的事情。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心？因为台湾有许许多多的亲人在美国那个地方，
所以我们在看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常常跟我们生美国因为枪支的关系，所以他们一直想要修法，是不是要把枪支限制起来？听说他们大概4个人、5个人就有一把枪，哈，美国的枪很多。有一个在这种紧张氛围不好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会听到有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来让大家稍微缓和。德州有一个80岁的老奶奶，有一天从 Walmart 那个超级市场出来，哈。拿了东西，拿了包包，来到他的车旁，哈，哎，怎么我车子里面进去了4个少年人？哦，很火大，赶快把包包拿出来，就拿起枪。我会开枪哦。那4个的少年人一看到这个枪，马上就跑出，因为他知道在美国他是可以开的哦。跑，这4个人马上就跑掉了哈。哦，这个老奶奶吓了一跳，赶快坐进去，手还在发抖，拿起钥匙，哎，怎么开钻都乱不进去？一看。走出来一看啊，不是我的车子，原来我的车子在那边。他赶快走到自己的车子哈，进去，他发动了。可是心里还被刚刚那4个要抢他车子的少年人吓到，所以他就开车开到警察局，先去报案。一进警察局就跟警察说，刚刚有4个少年人哦要抢我的车子哈。那警察一听哦就笑了，就指旁边那4个，他们4个也来报案，说有个老奶奶抢他们的车子哈。美国枪那么方便吗？我不知道哈。但是这样的故事，在相对让我们发现，生命在不同的阶段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升级，还是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在走，让自己更舒服，让自己更怠惰，让自己更跟着这个世界走哈。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巴拿巴的升级的时候，特别要提到这些年轻朋友。什么叫升级？升级就是他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一个阶段，或成长到一个阶段，或他会有一些扩張，会有一些扩充。你的工厂也一样，你的营业也一样，你所做的事情也会有一个升级。你现在在做的已经不是在教这种数学了，你会升级教另外一种数学，不管好不好教，好不好学，可是有一些不管在学术上，在专业上，会有一些扩张、发展、成长。它会带来一个结果，带来丰收，但是相对也带来一些责任。我们知道它必须要长时间，你慢慢浇灌，它才会有果子。你不能够想要拿一个椅子垫在那边，赶快让自己长高，看起来是160公分，其实下面垫了好高的一张椅子哈，不能这样。你一定是要让它循序发展，这是升级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那升级呢，有时候我们就是会一步一步的来学习。到底要爬楼梯比较快，还是爬阶梯比较快？每个人可能方式不同，想要在这种生涯规划上面快一点拿到那第一桶100万哈，或第一桶300万，那你到底怎么达到那个最高的那个阶梯呢？阶段性的阶梯，在这种升级的过程中间，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提醒，不只是让这些年轻的学子，包括我们每一位，我们在我们的事业、工作，在我们的家庭里。也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升级，从2.0到3.0，它表示的就是说，我希望它能够更有效率的来服务，更有效率的来获得。所以，我们常常分享到，你在短期间、在长期间，那个方向会比你的速度更重要。你到底要爬阶梯比较快，还是爬楼梯比较快？很快到达，就表示你成了吗？就成全了吗？方向比速度重要，指南针比码表重要。生命中间你要能够有很清楚的那个指南针，常常提醒你这个方向对吗？这个方向适当吗？比拿一个码表说你怎么用了9.9秒啊？你应该有9.5秒的实力啊。这个重要没有错，但是指南针更重要。我到底是跑100公尺的，还是我是跑21公尺、21公里的哈？我到底是跑哪一种？这个方向会比你重要，要常常去检视这个部分，否则的话会被自己的个性、习惯来牵着走。那这是我们在提醒这些年轻朋友，
他们在升级、在学习的过程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。因此呢，我们要从巴拿巴他的身上来看他这个升级的不同，他生命的升级生命的 upgrade， 或者他更新那种不同的功课。有一次我们分享到这个老师，这个 model 已经提出超过50年了美国有2位老师，他们一起提出了一种叫做在组织管理上面、组织领导上面一个管理的一个概念。他们提出一个叫做情境领导那这50-60年来，蛮多人看到它，也借着这个引申出很多其他的管理学上面的使用。而这2个老师他们提出的那个模式呢，一个就是做事情的指导，事情怎么做，技术的部分；一个是人你怎么支持他人的部分你怎么支持他。Y 轴就是人的部分，你怎么支持？那 X 轴呢？你怎么指导他？你会发现，你对你的孩子其实也是这样在第一个阶段，你必须要教导，什么都要告诉他，要告诉他怎么做、怎么吃、怎么用，你都要教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时候，他在需要的教导更多，右边是更多，左边是少了箭头指的远的是多。他人的关系上呢，他这个时候刚刚开始。他还需要人给他更多的鼓励，更多的鼓励，就像在公司新进的同工也一样，你要告诉他 SOP 怎么做，你要给他更多的鼓励。他做了9项错1项对，你都要鼓励说，很棒，你这个做对了。这是刚开始比较多的教导，但是呢，当他渐渐的发展出来，就会跑出到指导到伙伴的关系了。指导是怎么样？你好像跟他一起做，甚至是好像是教练一样。我教你怎么弄，他也可以自己来做。这个时候，人的支持往上跑，那个指导的部分往右边，仍然是很多的告诉他教，但是我比较稍微散一点，让他能够做一些事情。到第3阶段的时候，像伙伴是成全，伙伴不是一起合作，伙伴是彼此成全，就让他做得多，我就做得少了，领导者就做得少了。到最后，我们就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授权。一个组织里面，适当时候你就要授权，你到某个程度，你要让班长有权柄，让班长说起步骤，大家会跟着起步骤，那这样班长就分担了你老师很多的事情。如果班长还是在第1阶段、第2阶段，你教他做什么，他做什么，你引导他做什么，他做什么，那到最后还是这个老师自己在做所以这是在提到一个领导的模式，要考虑到情境，那个情境是跟随者生命的成熟度。跟随者生命的成熟度，你要跟着这个成熟度来做领导，而不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在教会里面也一样，不管是长老、小会、长执会，在带领我们的整个教会的方向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学习那种情境的一个领导。我们发觉耶稣就是一个非常好这样的一个领导者。巴拿巴呢，他生命的升级，他的带领领导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元素。所以当我们在说到巴拿巴以马门钱财来侍奉上帝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先想到了马丁路德曾经讲过，他说一个人相信耶稣或叫皈依，就是加入了这个信仰团体，其实他会经过3次的改变。一个就是理性的改变，他的脑性，他认识了这个圣经上面的话语，他有所的感动，觉得这说的有道理。但是他必须要经过第2次的改变，那个改变是关系的改变，让自己信靠这个上帝。如果我只知道有上帝，那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认识圣经，我读经背了很多的经文，那个不是，那是第一个阶层，第一次的改变。但第2次我要信靠，我们说不是相信，是相信了以后还依靠他。我相信他会给我处理好了。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读3年级、读4年级，老师交代他明天你要拿什么东西，他回到家里联络簿拿给妈妈、爸爸，他就放心了。他信靠他的爸爸妈妈，不是相信，不止信，还靠着爸爸妈妈来完成他有些事情要做。这是第2个阶段。我们在说我们的心灵的感动，我们要信靠这个上帝，你会有一些引导。第3个呢，很有趣，
500年前这位老师，他告诉我们第3个改变就是你对钱财的态度。你必须要在他那时候说 check 哈，他说你必须要在你的这个钱财上面放手，来信靠，来跟上帝有关系。哇，这个就让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你不能够又拜马门钱财又拜上帝，你只能够选择一个来。我们就看到巴拿巴是这样一个人。今天的圣经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4章36跟37之前，我们在读使徒行传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比较会注意到第5章。第5章有一对夫妇，那对夫妇也跟人家一样，卖了田地，卖了屋子，然后就来奉献。结果得不偿失，他们奉献完以后，先生怎么样？死掉了。太太跟着后面进来，使徒问他说：“哦，你们卖房子的钱就这些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对，全部在这里。”他也死掉了，那真的亏大了，真的是折了夫人，赔了钱又折夫人，这什么都没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其实使徒行传4章36、37在讲到的这个约瑟，跟第5章那对夫妇刚好成为强烈的对比。我们知道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没有第4章、第5章，这故事是连在一起的。故事是连在一起。当初代教会弟兄姐妹多了，很多的费用增加，爱餐几千个人一起要吃爱餐，在不同100-200个家庭里面，大家一起吃爱餐的时候，需要许多的经费，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奉献。这一位犹太侨约瑟是塞浦路斯的人，居比路。现在这个岛北侧是土耳其，南侧是希腊，两个人把这个岛分成2部分在管理。这位约瑟是犹太侨，显然他们在塞浦路斯有一些房地产，他出生在那边。年轻的时候，照教会的传说，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到耶路撒冷去学习。这中间很可能跟扫罗从土耳其大数来的扫罗曾经同学过，所以他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传福音的过程，他也认识了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加入了这个信仰团体。这个信仰团体那个时候被人家称为叫做耶稣党，或就是像有法利赛党，就像有撒都该党，也有一个跑出来的，在犹太教里面跑出来一个叫耶稣党。好，这个耶稣党经过了7、8年，将近10年的时候，到了使徒行传第11章，我们今天读的第2段经文，我们常常背的是第26节。26节怎么说？使徒行传11章26节怎么说？众人称他们为基督徒，是从哪里开始？安提阿开始。这中间经过了好几年一段的时间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就是这位我们看到他愿意用马门钱财来侍奉上帝的巴拿巴，他被差遣。我们刚刚提到了巴拿巴，他所看重的是上帝国的降临，彼此相爱的落实。所以马门跟上帝不会冲突，我们可以用马门来服侍上帝，这是巴拿巴给我们看到生命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实践。但是呢，第2件事情，我们看到他用信心、用顺服来建立教会，他生命的升级，让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。司提反被杀了以后，耶路撒冷教会就被迫害，所以除了使徒，我们看圣经，除了使徒留在耶路撒冷，信徒就到处四散了。到腓尼基是靠海了，塞浦路斯已经到海外去了，安提阿已经到现在的土耳其、叙利亚、土耳其去，都离开了以色列这个地方了。许多的信徒跑到那个地方去。我们特别看到21节，主的手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数很多。他特别来讲到安提阿。22节我们刚刚提到，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。耶路撒冷是那时候的宗教中心，福音已经传开好几年了，使徒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各地纵使有基督徒的聚集，
有事情仍然要请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。当他们听到哇有这种事情，就要派人去了。派去的人很重要哦，派去了，因为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听说牛鬼蛇神都有，不是犹太人为主的信仰团体，有从非洲利比亚来的，有从世界各地各种人种，所以耶路撒冷要派这样的一个人去，要特别的小心。巴拿巴就被派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能安慰人、鼓励人、信心坚定，而且很温柔的一个人。我们从圣经看到他，照道理讲，他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有他的地位。要派这种工作，应该派这种工作真的不好做，应该派那个比较年轻，那去磨练一下哈，去历练一下。怎么可以派我这个这么资深的呢哈？但是巴拿巴他愿意，他顺服就去了。他的看法跟使徒的看法不一样。使徒看到是，哎呦，这个教会怎么会这么多元呢？应该是犹太人为主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人呢？可是巴拿巴看到了是什么？他看到了就欢喜，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第一个，生命的升级很重要，就是你跟钱财使用来侍奉有关。生命的第二个升级很重要，就是你有没有信心来顺服，而不是有没有信心来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会搞砸了，就是每个人都很有使命感。我们的建筑委员会如果13个人都很有使命感，没办法形成一个意见的话，哇，那就问题就大了。所以使命感很重要。咱等下听到人要服侍啊，怎么讲？你有使命感不？你有没有使命感？对，那种使命感很重要。但是愿意用信心听，然后愿意彼此一起来顺服，这个才能够让事工被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用信心来顺服，来建立教会。他知道不是靠他自己。25节，他往大树去找扫罗，大树就在现在的土耳其。他就往大树去找扫罗。几年前刚刚信主的，他知道他很有能力，很有教导能力。你看他带来了安提阿，左边我们看到他去找扫罗，来到了安提阿教会，开成人主日学，开学道班。这个扫罗最会教了，扫罗是一个很好的拉比，很好的老师。他在那1年的时间，他们一起聚集，教导了许多人，教会被建立起来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还被称为耶稣党，还称为耶稣党。26节才跑出什么？基督徒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说的基督徒，是耶稣复活以后，已经过了好几年，将近10年以后，就是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11章27节，我们常常背的这一句话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不是安提阿教会，不是巴拿巴在那个地方来建立这个教会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可能还是称为耶稣党，犹太教的一支。当称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就完全跟犹太宗教分开了，用信心顺服来建立教会。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教会非常的复杂。古利奈就是在指叙利亚，还有人马念，你看他跟希律王从小一起长大，那表示他应该是他们本身的身份背景有所不同。有那种高阶层家庭背景的人，也有这种外国人，有非洲人。可是呢，巴拿巴所带领的这个服事团队，让信徒很快成为门徒。什么叫信徒？什么叫门徒？你可以检验自己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跟上帝说：上帝啊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赐给我这个福气，你给我这样，我现在感冒了，我难过的，所以求你帮助我。以这个祷告为主是信徒。但是如果你的祷告说：上帝啊，我能够为你做什么？你让我在教会能够做什么？我能够从招待开始做起吗？因为牧师常常讲，宣教从接待开始，传福音就是从接待开始。我能够从这个开始吗？上帝啊，我能够为你做什么？这个叫门徒。我们同时是信徒，同时也是门徒。
我们可以跟这个天父上帝讲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，但是我们要跟天父上帝说，我如何跟你同工，成为你的器皿。巴拿巴所带领的团队，让安提阿教会充满了信徒跟门徒，里面有很多的门徒愿意参与在这个教会。所以当他们差派的时候，我们说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。第一个，他们那个爱心奉献行动力很强。今天的经文最后一段，当他们听到了那个有饥荒，所以他们的奉献很快就收起来了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他们听圣灵的声音，圣灵的声音，所以差派他们要出去。那派谁呢？派那种刚信主、刚成为门徒的吗？没有，派最资深的，保罗、巴拿巴，他们为他们案例派出去。我发觉这个挑战大。如果我们硬体盖好了，我常常跟教会的长老讲说，那我们应该要开拓教会。我们士林长老教会前一个教会开拓是1981年，再往前一个是60年前了。也就是从1981年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再开拓新的教会。我个人觉得有那种感动，我们应该士林教会还要在士林地区，我们应该再要开拓教会。如果我们过2年、3年要开拓教会的，那个时候希望派的不是传道，派的是不是许成道？把最资深的派出去开拓教会。教会要不要这样？要不要有一群弟兄姐妹？不用多，3-5个家庭就可以了。我们一起去开拓教会。你看到巴拿巴跟扫罗已经在教会里面成为教导的，成为领导者，但是他们愿意聆听圣灵的声音，自愿降卑来顺服。这是我们看到巴拿巴生命升级的第3个部分，自愿谦卑，尊基督为主。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一个领袖必须要成为跟随者。跟随者就是你愿意谦卑、受教、受差派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，我们常常会念的，预备来。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天早晨唤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一直觉得有一个矛盾的地方。什么叫矛盾？我就第一句话，我用红色的把它画下来。他是一个教导人的人，但是他竟然求我，因为他是舌头，对不对？是舌头，用舌头就是要教导人，要讲话。但是他竟然求的是让我的舌头像一个受教者，而不是一个指导者。他求上帝应该是上帝啊，你让我成为一个好的老师，让我成为一个好的牧师，让我成为一个好的宣讲者啊。怎么是让我成为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呢？让我领受这受教者的舌头。受教者的舌头是要会发问，你讲完了以后我会发问，我要问什么问题？不是，是讲话指导的人要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。那时候宣讲出来的不是命令式的，不是指导性的，反而是另外一种情境领导，从跟随者的情境来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他们教导，来跟他们怎么说。这是以赛亚书在提到的，成为一个领导者，他愿意先聆听，而且是每天早上求圣灵打开我们的耳朵，听到天父上帝说要跟我们讲的。所以第2堂有一些要升级的年轻朋友，我们第1堂也有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，我们希望年轻朋友特别要把这段记下来，因为你的一生一定会碰到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困苦。但是以赛亚他说了这句话，领受了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
你凭什么在选择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，知道它是对的？很多时候你要选择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有2种意见啊。牧师，哪一种才是对的？那就是我们生命基本盘要预备咯。当你的蹲马步的功夫够的时候，老师给你的一些指导，你就能够很快知道怎么衔接上去。同样的，以赛亚在告诉我们，人生有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困苦。他说跟饼一样，跟水一样，意思是怎样？叫沙等来了。所以我前2年听到一个很感动也很有趣，有一位年轻人受洗了，我们叫年轻人受洗了，在小组里面分享说，哇，这2个月来很辛苦，受洗以后事情特别多，挑战特别多。不是受洗以后应该都没问题吗？怎么受洗以后反而主管就给我刁难？受洗以后我薪水没有加薪，还扣我的那个全勤奖金。他们小组在分享这个，就有另外一个弟兄跟他讲，你不知道受洗就是受苦的开始吗？那个弟兄比他还年轻2岁，比较早受洗。你不知道受洗就是受苦的开始吗 ？OK， 他只是要跟他分享。你要知道，生命这个艰苦、这个难处，它都存在。但是受洗以后，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会往下走。你会发觉圣灵永远不离开你，他指导你，有声音给你，让你知道右边或是左边。受洗以后不是说困难不见了，受洗以后让你知道如何选择，如何超越，如何领受来自耶稣基督真实的平安。所以尊基督为主，自愿降卑，保罗给我们看到的第3个生命的升级。所以生命真实的升级，就像我们刚刚所背的经文，约翰10章10节背来，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一个好的领导者，生命如果真的有升级的时候，他常常会愿意放下。这种成熟的生命愿意将自己带领的角色放下，包括在家庭也一样啊，包括在公司、在社区、在教会，我们要渐渐的把那个角色放下来，让年轻一代，我们常常在说这个要让年轻的一代及早接棒，这个就是看到年轻人向前迈进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学习一起向前来迈进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想一想，你生命不同的阶段，你有没有经历到升级啊？你自己回想看看，这是蛮有趣的问题，可以检视自己哪一方面你觉得特别。有的人可能是在他的专业上，有人发觉是在他的个性，有人发觉是在他的欣赏。以前看电影看不懂，现在知道艺术是什么。你生命的升级，你要去检视，才能够数算上帝的恩典。第2个，你生命有升级，但是你曾经带领人、成全人，最后他得到成就了，而我好像被忽视了。你有这种经验吗？好像巴拿巴带扫罗，后来是保罗带巴拿巴。你曾经有这种经验吗？你造就给人看行，结果他竟然成就比你好。你那时候的感觉怎么样？他被高升了，你被降低了。那时候你的信仰有没有成为你的帮助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所赐的恩典，极其的丰富。但是在这里面，你需要我们一起学习的，就是生命的成熟。无论是在做事情的专业，或是在跟人的相处，我们都要像主耶稣基督，你在巴拿巴身上所展现出来的。无论是在钱财侍奉上面，或者是在顺服信心建立教会，或者是愿意独尊耶稣基督为主，谦卑自己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得着更丰盛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邀请大家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诗歌来回应。我并不完美，
请预备心来准备今天的奉献。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放弃一生坚硬最爱是你，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我要等着你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请起立。奉献一生坚硬最爱是你，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我要等着你，我已决定，我一生最爱是你。亲爱的主，在这个学校要开学的一个季节，也是我们每一位你的孩子生命另外一个阶段开始的学习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能够借着带领人、鼓励人，使人得帮助、得成全。我们自己也得着主你自己的引导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升级，学像耶稣基督一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知道就是我全所有，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都为了你，直到你再来那一天，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，主你就悦纳，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。
喂，test，可以。